自从2026年8月初5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为别人得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腓立比书第1章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着的代志，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。伫到王宫的全体敬畏以及其他所有的人，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真侪兄弟姊妹嘛，因为我关家伫主内面搁较确信，搁较好胆，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。有人传基督是出自怨妒甲好争论，嘛有人是出自好意思。这人是出自疼心，知影我受任命是要为福音辩护。另外遐人宣扬基督是出自野心，动机无纯，想要趁我关家的时加添我的艰苦。安尼有甚物关系？是假意还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受传开，我就为着安尼欢喜。对，我要继续欢喜，因为我知对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赞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。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，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。我时时刻刻，特别是现在，有够额的勇气，是活还是死，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若是继续活地，会当做较侪有效果的工作，我煞毋知要经甚物。我进退两难。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加好足多。不过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着活落去。对这项我确信，我知我要活落去，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安尼，我甲恁搁相见的时，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，为别人得活。英国犹太教列比与五个人幼年时，捌甲厝内的人做伙受关入奥斯威辛集中营，随时面对可能被送入毒气室致死的命运。伫集中营的日子是相当艰难辛苦的，因为食物匮乏，被关押者着设法甲任何食物的幼塞仔保存起来。不过，拄着犹太教光明节的时阵，个人的老爸却会甲珍贵的麦达当作点油灯的燃料。伫食物匮乏的日子，这种做法显得奢侈浪费。有人对伊的做法表示质疑，伊却回答讲：“咱知人通3礼拜无物件食，还会当活。若是失去希望，3分钟就无法度好好活地。”光明节拄好是象征光明战胜黑暗的节日，带予受苦的犹太人极大的盼望。对保罗来讲，伊当时拄着面对可能随时受处决的危机，死亡代表失去所有的盼望。总是伊心念加甲曲讲，死是利益。休息也通翻译做益处，但是死亡安怎会当有利益呢？这实在颠覆人的想法。
不过保罗确实安尼认为，因为伊若死是甲基督做伙，这对拄在受苦的保罗来讲，确实是对伊有益处，也带来属天的愿望。不过保罗接续却讲伊进退两难，因为假使伊活咧，检采会当加做寡有利益的工作。对保罗来讲，只要伊活地的一日，伊就会当继续传福音，有机会互搁较侪的人信主。因为安尼，伊讲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着活落去。保罗认为，若活地是为着信徒，那安尼，伊希望家己会当继续活落去。因为伊通帮助因伫信仰上搁较长进，搁较有喜乐。保罗对伫审判结果是生是死，并无在意。伊所在意的是，希望家己伫有生之年会当继续帮助信徒，伫信仰搁较长进，并且得到喜乐。保罗甲家己的生死置于度外，伊总是甲信仰群体的需求，特别是传福音甲信仰成长，拢放踮第一位。伊学习耶稣基督，愿意舍己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不过，保罗的舍己不在伫牺牲性命，反倒当是愿意活地。为着传福音和帮助别人的信仰进步，得受苦。现代的基督徒受个人主义影响，往往感觉信仰是个人的，并且独独追求个人的得救甲祝福。但是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安尼，基督徒也必须学习基督舍己的精神，为着别人活。互福音广传，咱必须学习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看见家己的责任，互所有伫绝望中的人看见属天的愿望。默想，我的性命是独独为着家己受祝福，还是愿意为着传福音与群体的利益舍己？诚做点倒别人伫黑暗中的迄道光。我的性命是独独为着家己受祝福，还是愿意为着传福音与群体的利益舍己？诚做点倒别人伫黑暗中的迄道光明呢？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赏赐我亲像保罗同款的心志，愿意舍己为着别人活，互我的信仰无落入自我中心，是愿意为主活，为所有需要的人会当看见属天的愿望得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